其实我一生很艰苦，我也走过了不少坎坷路，可我一直很清楚，谁都靠不住，必须要出去走稳每一步，要想日后的日子过得很幸福，首先自己要不怕吃苦，做好弥补该付出的时候要付出，只要理顺思路，找个好归宿，自己才会幸福。好，谢谢亲朋们，感恩支持，各位鼓励啊，大家可以珍惜好，好，分享起嘅，謝謝。